收睇東富。即應有時趕時間搭的士，身上得返張大紙，司機分分鐘冇得找。就算有，對方都驚收到偽鈔，都咪話唔麻煩啦。呢個問題咧，好快解決到啦。事關由聽日開始，所有的士司機必須提供最少2種電子繳費媒介，包括一種二維碼電子繳費媒介，以及一種非二維碼電子繳費媒介。咁講真啦，今時今日的士行業嘅問題，又點止付費方式唔方便咁簡單啊？揀客兜路、的哥被指唔禮貌對待等嘅問題，可以話係無日無之啊！立法會舊年披露嘅數據顯示，過去10年的士載客量大幅下降近30%啊！呢啲咪市民用腳投票咯。咁又公道啲講，業界都有做嘢去改善形象同服務質素嘅。包括陸續投入服務嘅的士車隊，之但係成效又係咪預期當中呢？事不宜遲，東富各界即應。由4月1號起，所有的士司機必須提供至少2種電子繳費媒介，包括一種二維碼以及一種非二維碼。如冇合理辯解，違例者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蚊及監禁6個月。換言之，日後乘客可以繼續用現金俾車錢，都可以選擇電子支付。登記咗噶啦，就佢會話會月底會寄俾我哋一個盒。咁啊寄嚟屋企，然後佢已經俾咗說明書我哋點樣用，即係跟政府個措施咁行噶啦。但係而家冇法啦，嗰個潮流趨勢，因為內地客或者啲遊客係咁樣。電子支付有嗰啲唔使收錢嗰啲，我咪裝咯。而家佢全部都唔使收噶啦，大部分冇乜分別噶啦。而家你而家都個個都要用噶啦，就係八達通我就冇，八達通嗰啲安嗰啲，另外俾個盒仔嗰啲又煩。咁我哋替工啊嘛，你成日孭住個盒仔，全部喺晒手機個 Apps 搞掂晒。但係用慣咗噶啦，而家你翻國內嗰啲全部都係咁嘟噶啦。不過有時一啲咧就驚經驗唔夠咧，有啲會走數。佢話過咗啦，其實就未過，走咗去。網絡有時又快，有時慢噶嘛。佢俾你睇嗰時話過咗，其實冇過。佢啲係特登走嗰啲咧，係肯定落車嗰度好繁忙啊，後邊嗶哩嗶嚕咁嘅。咁我哋做車業司機有時啲嘢靠經驗咯。安裝上有冇咩困難？安裝 OK 嘅，因為微信、支付、八達通3種咯。會唔會擔心實施上有困難咧？又唔擔心嘅，因為總之我要轉到個銀行口嗰度咯，收到錢就得啦。會唔會都擔心結算上會有困難？又唔擔心嘅。點解？之後要睇翻咯，上網抄翻睇翻記錄咯。煩就煩啲，拍就遲啲遲鈍啲，好遲鈍啊！客話佢咁耐啊，撳嗰掣啊，因為即係撳嗰幾個掣啊，又要撳停，又要後邊又要撳邊條，又要撳邊個微信或者八達通撳幾個掣啊，都係煩啲嘅。頭先嗰上邊都係我俾錢啊，好煩啊，咁樣講。咁依家係多人俾現金啊，定係都係電子支付？少多係少，開頭唔識用。人哋又唔信，呢得唔得？電子支付咪最多咪八達通咯，用手機嘅 Visa 算唔算係呢個電子支付啊？冇乜所謂嘅，我哋用現金都仲係 OK 嘅我。會唔會擔心冇現金咁啱冇現金嘅話，就有個電子支付會好啲咧？可以咯 ，OK 咯，50-50啦。咁我哋冇話特別一定要呢個咁嘅用偏向邊方面嘅。你覺得方唔方便咧？方便。點解嘅？因為唔使抄啲 cash 出嚟咯，同埋唔使袋住啲錢咁。我問佢有冇電子支付啊，跟住佢話有，然後就即刻攞咗出嚟。即係你自己都 prefer 用電子支付多過現金。係。除咗電子支付新規例，其實近年政府不斷推動的士業界改革，包括簡化的士司機筆試、駕駛時前方限放最多2部流動電訊裝置等。而旨在改善服務質素嘅的士車隊，上年7月正式投入服務。的士車隊負責人鄭寶儀表示，的士車隊嘅司機收入同埋接單都比以前穩定，而載客質素亦有所提升。Melody 啊，的士車隊實施之後啦，乘客同司機嘅反應點樣呢？其實相對喺乘客同埋司機角度咧，都的確係一個正面
嘅一個改善啦。無論係自己可能每日返工放工，或者係繁忙時間，或者係 weekend， 其實都見到乘客係開心咗啦，搭得舒服咗啦。因為佢始終一嚟係6座啦，咁二嚟就係有時一家大細原本要分開2架搭嘅，咁而家1架就可以滿足到。咁而司機個角度，司機開工啦，佢成個環境啦，佢嘅座位嘅舒適度啦，揸車嘅配套，其實都相對係正面優化咗嘅。一個禮拜咁睇啦，其實都係本地嘅客咧會為主，但係可能一到假日、週末咧，就你會見到多啲家庭嘅客啦，或者一啲旅客就落到嚟做包車咯。我覺得其實呢一個政策對一個架構性咧，的確有一個好大嘅幫助。但係5隊其實都相信係面對緊一啲行業嘅唔同嘅問題啦，即係例如可能司機不足啦。咁所以我覺得都仍需努力，都仲係有一段距離去達到一個運力充足，又可以俾到市民同埋旅客一個更好嘅服務咯。咁有市民就反映對車隊嘅認知不足啦，咁係咪都有呢個問題存在呢？其實呢個問題的確係存在緊嘅，即係我諗相信無論係政府嘅配套啦，或者宣傳啦，或者一啲公眾教育方面呢，其實都係可以繼續支持，繼續做好啲。同埋喺我哋可能乘客去 call 車嗰方面呢，因為每一隊而家都係一個進步緊嘅階段，咁要去多啲運力呢，係要時間去慢慢培養出嚟，加上司機唔夠呢，變咗競爭嗰個環境呢，亦都係幾艱辛嘅。依家就有5支車隊啦，咁佢哋分別就要用唔同嘅 app 啦，咁就有反映話希望用單一嘅 app 去整合嘅。咁你覺得可唔可行，或者需唔需要呢？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喺司機個角度又好啦，市民角度又好啦，其實佢哋都係希望可以以最短嘅時間可以達到一個最快接到車，而且個品質有保證啦。如果可以有一個綜合平台咧去做呢一個嘅範疇嘅工作咧，其實我哋係絕對支持嘅。同政府嘅交流都好緊密嘅，都好密切嘅，即係我諗佢哋都好想支持做好車隊啦。咁當然其實佢哋都好明白我哋嘅困境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一路都鼓勵緊我哋點樣可能去將出邊非車隊嘅車主可唔可以一齊歸到隊啊？可唔可以集中到啊？一齊做好，其實個宗旨都係提高服務質素，希望市民可以對我哋呢一個行業更正面嘅一個印象同埋一個感受咯。其實最直接咧就係俾唔俾到一啲新入行嘅司機睇到呢一個行業嘅收入嘅穩定，個吸引程度喺邊度？咁我諗即係而家其實網約車嘅即係個框架出咗嚟啦，咁好多司機啦就未必而家即刻去選擇之後條路點樣行，都係有個觀望嘅態度。咁加上因為我哋車隊啦，一嚟係用一啲比較新嘅車啦，轉電車咧，啲司機仍然係有一個考慮嘅，揸石油氣好啲啊，定係揸電車成本充電時間去邊度充？咁由教育去到解說，去到佢翻去再考慮，然後真係落嚟想成為司機，其實呢一段時間咧都要俾佢沉澱嘅。其實後生嘅嗰一輩，即係可能講緊30幾、40幾嘅呢啲司機咧，的確係見到多咗，同埋多咗司機係自己做埋車主添。係啊，因為佢哋其實而家係一個都幾好嘅環境啦，咁即係俾佢哋去計佢哋自己嘅回報嗰方面。我哋最後生20幾都有㗎，不過唔多。呢個行業平均嘅年齡都係40至50幾為主咯。電動滑板車缺乏規管通街走，相關嘅亂象，東夫都已經報導過好幾次。而佢哋嘅活動範圍絕對可以話只有想唔到，冇去唔到。冇錯啦，網上熱傳一名男子喺行車隧道裏邊駕駛電動滑板車，由於該名男子一身黑衣啊，鋪片嘅網民咧都不禁吃驚咁問：係咪鬼嚟㗎？我以為係鬼嚟嘅。咁都未算得人驚啊！放大少少睇，男人竟然懷疑孭住隻狗狗，有網民就鬧爆啦！隻狗真係慘啊，有個咁嘅主人，呢啲人唔適合養狗㗎，陷狗狗於極度危險中。師兄，唔好以為背囊有隻狗就大晒喎 ，X 都2鑊啊！另外值得留意嘅係睇翻段片咧，拍攝片段嗰架車咧，基本上同電動滑板車係保持住一定嘅距離㗎，以致有網民驚呼：乜嘢瘋狂嘅電動滑板車時速可以達到70公里啊！講到大地任我行嘅態度，仲有以下呢段片啊！只見到一名男子揸住架共享單車，相信喺東鐵粉嶺站旁若無人咁揸緊啊！唔知係咪趕住送外賣啦？
你知咩啊？睇下佢件衫，正如有網民話齋啊，人哋係少年偵探嚟噶嘛，佢要探索大家有乜反應同有乜後果嘛。點講好啦？港鐵站人來人往，撞親人，後果分分鐘可大可小啊！唔該，有關方面加強執法啦。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大家有咩申訴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冬呼。謝瑩，拜拜。